唔講唔知，太陽花真係會跟住太陽轉。7月係金燦燦嘅太陽花開得最靚嘅季節，太陽花生得好高，中間有個好大嘅大圓盤，外面呢就係一圈金黃色嘅花瓣，個樣生得好似一個個對住我哋笑嘅小太陽咁。相信你一定聽人講過，太陽花好神奇㗎。太陽喺東面，佢個頭就會擰去東面；太陽去西面呢，佢就會擰去西面。咁究竟呢件事係真定假㗎？答案呢，其實係中咗一半啊！原來會跟住太陽公公由東面轉去西面嘅，只有未大個嘅太陽花 BB， 因為佢哋體內有一種叫做生長素嘅植物荷爾蒙。好驚太陽曬，太陽曬去左邊，生長素就會跑去右面，令到右面生得快啲。結果呢，花頭呢就會好自然咁樣向左邊彎曲，睇落好似追住太陽轉咁。科學家叫呢一種做向光性。不過當太陽花長大成人啦，花朵完全盛開咗之後，佢哋嘅根莖就會變硬，呢個時候佢哋就唔會轉頭噶啦，而係會固定咁樣面向東方，日日等候清晨第一道曙光，幫自己取暖，吸引蜜蜂嚟採花粉。雖然大個咗唔會再轉，但太陽花追尋陽光嘅精神都好值得學習噶。大自然嘅植物雖然唔會講嘢，但佢哋日日都努力向上生長，非常奇妙。呢個暑假如果有機會去郊外，記住親眼去觀察下太陽花，睇下佢哋係咪全部都面向東方呢？祝你有個充滿科學智慧、開開心心嘅暑假。想聽更多故事，歡迎你繼續打嚟關心一線27778899，接通後再按2字，或者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